好啦，開始啊！呢個時間呢，就係2026年嘅6月7號星期日。咁今日呢個就沙田草地絲跑道啊，咁啊有泥地第78次賽事啊，時近季尾。咁就有兩件事，一個霍宏星呢，就係全部易配啊，7隻馬都係霍宏星因私人理由缺陣啊。另外退出馬就係呢個第4場呢個6號呢個時尚歡欣補上嘅馬就係呢個8000好運嘅嚇。咁就係、好講一講今日個日子。今日咧就係呢個壬子日鼠日啊，鼠日相沖嘅生肖係屬馬嘅，今日屬馬嗰啲小心啲啦。咁相生嘅生肖咧就應該頭號應該就係手好啲嘅，應該係牛啦、龍啦同埋呢個馬騮嘅，呢個3個生肖咧就會順少少㗎嚇。咁就係呢個講翻今日嘅賽事啊，簡短啲啦嚇，因為都下晝4點先至開跑第一場嘅。咁另外2點40分有一場呢個日本安田紀念賽啦，咁啊剩翻10零20分鐘時間可以研究。咁咧就係簡單啲講啦。我今日講呢個賽事之前咧，首先再講一講呢個4年一度嗰個世界盃賽事啊，就係6月12號凌晨就會開踢喺呢個美國嘅。咁咧就係有10組嘅，咁啊44隊波啦嚇。咁我都係同往時一樣噶啦，都係會係買呢個決賽組合，因為決賽組合係個賠率多啊。通常都係20零倍啊、30零倍啊、40零倍咁樣咧。咁就算你買100幾十落去咧，都會有唔錯嘅賠彩嘅，所以一定係買決賽。上屆我就唔得啦，因為上屆咧就係呢個法國對呢個阿根廷。咁但係我覺得咧，今屆咧冇理由由呢兩隊首先取消嘅，就係我作風係覺得唔好難可以連續2年可以入即係入4甲嘅。今年我個世界盃決賽組合咧，我就揀選咗有幾隊都係強隊啊，因為好難爆冷，我覺得嚇。因為往年試過係有土耳其啦、克羅地亞啦，就入咗呢個4甲嘅，咁去到決賽周，咁好難爆冷，我覺得嚇，好難爆冷嘅。通常都係強隊贏㗎啦，其他嗰啲都係魚腩部隊嚟嘅。我揀選咗4隊嗰個世界盃組合嘅，就係呢個西班牙、荷蘭、英格蘭、葡萄牙，就呢4隊嘅。咁因為美斯我哋而家開始唔係幾中意嘅，所以我就唔揀阿根廷啊，就對碰啦嚇，4組即係等於6條飛，即係好似連營位4隻複式咁樣咯啊。咁買幾多都得嘅，呢個就係應該暫時未可以落注，因為今朝試過嚟未得嘅啊，馬會仲未開始接受投注嘅。咁揀選咗呢4隊啦嚇，重複多次：西班牙、荷蘭、英格蘭、葡萄牙、荷蘭啊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英格蘭，仲有英格蘭係4隊。好啦，咁我今日咧講一講呢個賽事咧，我就揀選一下騎師個方面咧，我就揀選咗4個留意嘅，就係潘頓、田戴安、莫雷拉同埋黃寶嚟嘅。咁連馬師方面咧，我揀選有3個，我睇落去啲馬都幾強嘅，就係呢個特別係告東尼嚇，告東尼同埋呢個蔡約翰同埋呢個韋達嘅。咁遼康銘得2隻馬，一隻北極之表部族高手。北極之表上一次我就中咗啦，嗰次好冷啊，99倍嚇，4年話25000幾。係啦。咁至於我揀選咧，初步咧我揀選咗有可以買條3700嘅，咁咧就係可以建議2種玩法，買3700正 Q 為止 Q 過關啦，或者係呢個雙膽全餐4連環啦，係嘛？咁我今日好多場合覺得好混亂嘅，有可能有好多場合咧都係需要係拖全餐先得嘅。咁我就係揀選咗，我自己已經落咗㗎啦。3700就係呢個第2場，就係呢個268場嘅。第2場我揀選嘅組合咧就係7號巴閉佬，因為巴閉係我覺得好耐都未贏馬，所以我追捧呢個巴閉係巴閉佬
再搭呢個14號呢個叫做紅黃繽紛加一格沙咧回馬槍紅黃繽紛呢隻放頭着數。就第二場7搭14，咁第二關咧我就揀選呢個第6場嘅。第6場咧我就係2號睿智多寶潘頓嘅，搭呢個13號龐澤飛區嘅嚇。咁咧呢兩場都係會冷少少嘅。咁尾關第8場啊，8場就會熱少少。第8場我揀選嘅馬係呢個5號金金小子，呢隻馬都係啲明星馬嚟嘅啦。金金小子次次都搏嘅。咁上次都跑第5，呢次周俊樂、文家良都係要嘅5號。咁另外加埋嗰隻14號，14號可能會臨場會再回冷翻少少啦。但係呢啲咩閃耀啊，呢啲都係應該好馬嚟㗎嚇。黃寶嚟喎呢隻係。咁另外咧就而家時近季尾咧，就要特別提一提咧，就要留意下啲20零分、10零分嘅馬咧，因為要護級嚇，即係要留意低班馬賽事咧，特別要留意嗰啲10零分、20零分嘅馬會搏嘅，咁未必 win 啦，咁但係都要爭分啦。當然 win 咗就有機會留低啦嚇。咁第二場呢個紅黃繽紛其實得27分嘅咋，27分咧都係危險，不過依然都會護級嘅。我睇到20幾分。第5班嚟喎呢場馬係，所以今日特別睇呢個紅黃繽紛，覺得回馬槍會留意嘅係。另外仲有幾隻少少再提一提啦，譬如第10場嘅美麗星辰啦，我覺得成季都未搏嘅，咁魏少禮啊、高東尼啊咁樣嚇。咁另外尾場就個肯佩斯上次就中4連環啦，呢次再追多次啦，上次跑第4、50倍嚇，肯佩斯。呢次都依然都再追㗎，咁當然啦，好亂㗎，暫時飛嘅馬都唔多，每場都好混亂嘅。好，再咁多，今日就咁多。